Hello，大家好，阿 Ken 又嚟啦！見到咁靚個廚房、咁靚個客廳、咁靚個飯廳，係咪？即係講到已經將啲廳擺埋晒一齊嘅話咧，真係非呢一隻積莫屬啦！咁啊，繼續同大家嚟到呢個金帝世紀城嘅樓王啊！咁而呢個樓王響經歷過上兩集去到同翻之前嘅另外一個樓盤嘅樓王啦，去到做 compare 之後咧，咁其實佢有幾個優勢出現咗啦，就係實用率啦高咗啦，就係同埋呢一個啦即係性價比啊高咗啦，係啦，再加埋樓間佢嗰個舒服感覺又係優勝嘅。OK， 唯獨是爭一樣嘢就係啲用料嘅啫，但係價錢俾翻嚟平咗4000蚊。咁今集睇啲咩咧？係啦，兩梯三科同一個報告好似一模一樣 copy 咗過嚟，但係呢一度將佢嗰邊嘅不足提升咗，咁但係個價錢就調整翻。我唔使咁靚，唔使咁貴嘅話咧，咁啊今集咧同大家睇呢個交樓標準啦。交樓標準嘅話啦，係啦，佢就係做咗一個 exactly 一模一樣咁樣形式喺度噶啦。子母門嘅設計啦，由於佢141方啦，入到嚟佢呢個位置本身就係贈送嘅空間嚟嘅。咁呢一度咧，你可以做你嘅書房、電競室，甚至乎你諗得到嘅一啲 storage 啊空間飲你擺，係啦。我自己又覺得咧，基本上因為一間屋有好多嘢要擺嘅，咁啊基本上做咗個 storage， 可能係一個即係封咗佢咁嘅感覺會比較上再舒服啲，係啦。咁啊再入到嚟嘅話咧，睇得好清楚啦。今次呢隻積咧就冇封兩邊露台嘅。嗰個感覺係好開揚、好舒服，亦都係未做開放式廚房啦，係啦。其實如果拆咗嘅話咧，好明顯對標於對面嘅一個感覺咧，你就會有一個好舒服嘅效果。你依家咁樣睇呢一度咧，的確我覺得咧，比起對面個示範單位咧，即係啱啱頭先開鏡嘅時候，爭好遠啊。OK， 但係佢原本交俾你，如果假設大家唔想整嘅話，又得唔得咧？跟住鏡頭入嚟呢個廚房嘅話咧，就睇得到啦。嗱，廚房嘅話啦，佢做咗都係啲即係正常嘅幾件套啦，做膠標啦，咁亦都係有一個咧洗碗碟機嘅啦。嗱，依家開始連坦洲都升級用埋洗碗碟機啦，嗰個膠標。咁而嗱呢一個我真係要俾個 like 佢，好少會做到雙門咁樣嘅一個雪櫃做膠標。響翻坦洲嚟計，就算響上一次即係街景嗰個積嘅話，都冇去到。咁啊，畢竟老實講，咁大間屋一定好多嘢啦，係咪先？呢度啲嘢咁鬼平，買得會比較上開心啲啊嘛，係咪？同埋咧，呢度幾細緻嘅，啲燈咧呢個涼霸又好，呢啲位嘅燈又好，甚至乎下邊呢啲燈帶嘅咧，佢做得好好。即係因為好暗噶嘛，大家煮飯你都知㗎啦，啱唔啱啊？咁啊出翻嚟啦，如果你唔拆嘅話，正常你咪擺張圓台喺度咯，甚至乎呢邊仲可以擺個櫃。咁上面呢一組咧叫做雙眼皮又好，或者一個燈槽又好啦，因為而家啲越嚟越多款式啊。OK， 咁啊都幾靚嘅，其實我覺得個天花啲燈光效果，咁啊冷氣機已經全部做好晒俾你㗎啦。OK， 咁啊出翻嚟一個細露台先，咁呢一度本身計一半面積啦，上一次就推咗出嚟做咗一個洗衣機、乾衣機咁樣向呢邊位置啦。咁其實本身你自己推唔推你就自己決定嘅啫。咁再一次咧，你向呢一隻積嘅話咧，呢一個交樓標準咧，你就感受得到完美感受得到就係咩咧？樓間區同埋個園林係啦嘅一個比較，真係遠好多、舒服好多嘅。咁所以 so far 點解有啲朋友話：喂，金帝世紀城其實個價唔平喎，對標於其他樓盤唔係講緊樓王嗰個。咁但係點解個成交量啊，甚至乎咁多港澳朋友特登入住呢一度咧？因為空間啊，有呢個感覺真係舒服好多。OK， 比起其他樓盤，的確係有過之而無不及。OK， 咁而延伸翻呢一度啦，再一個咁大個露台啊，又係去到啦挨住2米嘅露台啦，呢一個位置。咁啊，extend 咗出嚟啦，上一次哇計一半面積，呢啲咁嘅贈送空間真係〜邊度揾啊？係咪？咁中間依家咧呢一個咧，由於係咧01室啦，咁但係如果假設我哋而家賣緊嘅咧現樓啊，留意翻現樓就係喺旁邊嘅19棟 ，OK。最優惠嘅時間就望唔到泳池嘅，不過老實講泳池咧就唔係咁重點，因為我覺得點解咧？因為佢 keep 住有陣時好多時候都冇水嘅，因為夏天係得幾個月嘅啫。OK， 大家知道啦。咁如果冇咗水泳池，我就覺得已經冇咁好望啦。OK， 好，咁又翻嚟再一個好大嘅客廳位置啦，空間呢一個睇電視嘅位置咧，好犀利㗎啦。嗱呢一個咧，呢一度係1.5米磚啊，唔係1.2米磚應該。咁啊講緊成4.5米㗎啦，嗰個空間好闊落啊，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再入到嚟就係另外嗰4間房啊。咁冇擺傢俬嘅情況底下，會唔會好窄成咧？
哦，大家睇得到啦，係夠位擺床啦，係咪？跟住之後櫃啦，跟住之後再加埋一個梳妝台，甚至乎你嘅書台仔都得嘅。如果你有印象嘅話咧，上一次呢間房咧係做書房，跟住之後大家可能仲擔心緊佢，會擺唔擺到㗎？係啦，我同大家講係擺到嘅。OK， 咁喺個對面啊，就係講緊呢一個套房。嗱，細套房嘅話咧，呢一度咧佢上一次佢改動咗少少嘅呢度門個位置，因為依家你咁睇咧，佢得個衣櫃位嘅啫，係啦。咁但係咧如果假設褪咗位嘅話，上一次佢改一啲，即係所以變相有個咧，要似衣帽間咁嘅位置。咁跟住之後咧，呢度 size 空間係闊落嘅。咁呢啲都係佢嘅交流標準啦。咁而延伸翻入嚟嘅話，呢間房又係好大啦。我都講過啦，嗰邊擺唔夠位嘅話，你呢邊一排櫃係唔影響你呢度擺張1.8床嘅，係絕對充足位置嘅。同埋咧，佢啲電掣真係幾多下，1、2啦，跟住床尾呢個位置啦，跟住之後下邊呢啲空間上面啲窗簾預計咗你嗰啲細心位咧係唔錯嘅。咁呢個全屋咧係用格力嘅中央空調。OK， 再入嚟啦，第二個廁所啊。OK， 係啦，非常之大嘅一個位置，因為上一次講過啦，有個飄窗，有個窗台喺度啊嘛，所以呢個廁所係特別闊落寬敞。OK， 咁隔離間房嘅話咧，其實嚴格嚟講係同第一間房差唔多個 size。窗台又係幫你拆咗啦，所以你擺好多嘢都冇問題。上一次嗱 BoBo 嗰間房啊 ，OK， 成間鋪抹搬咗入嚟嗰個。咁嚟到主人房啦，就係話咧，你而家望落嗰個空間咧，係同上一次睇咧，上一次佢睇佢床尾嘅位置咧，就擺晒一排櫃喺度嘅，即係呢邊係啦，床頭佢放咗喺呢邊調轉咗。咁如果假設我唔中意咁嘅設計喎，可以點樣變化嘅話咧，咁你咪正常好似床喺呢邊咯。OK， 呢度做一排櫃，我咪教大家 L 型咁樣，跟住之後因為佢拆晒啦嘛，咁空間會比較上偏大少少嘅。咁而洗手間啦，洗手間我要讚一讚佢少少就係咩咧？上一次都冇講到啦，就係第一集嘅時候。雖然佢又有個呢一個啦浴缸啦，跟住 shower 位置好大啦，跟住呢一度超級闊啦。OK， 咁有個智能馬桶啊交標啦，而係4方。兩個係啦，洗手盤嘅話咧，其實我相信你都幾難揾得到，畢竟1000零尺。咁如果你話計翻大家，如果假設啦，即係位置嘅話啦，即係好似呢幾集都冇乜點講過。金帝世紀城作為啦本身坦洲嘅中心位置係啦，咁隔離就七村市場啦，甚至乎前少少南面啲2個街口咧就去翻呢個優越城。咁其實係傳統嘅位置一個空間嚟嘅。咁而佢依家係其實咧方便咗嘅。點方便法咧？我哋呢度金帝嘅背脊啦，又係即係叫做上涌嘅一個地方，同珠海，佢係做咗個深度融合，而令到啲交通道路因為坦洲快線嘅一個起好咗之後咧，佢係好快咁直接插，即係可以去到石岐噶嘛。咁但係佢嗰個坦洲快線跟住同珠海上涌，即係大家買車甚至乎山姆嗰度附近嘅一個深度融合嘅情況底下咧，依家啲路靚到不得了。係啦，咁如果有興趣，真係嚟到現場，可以去到感受下，依家坦洲嘅升級係響呢1-2年明顯好明確地係升級咗嘅。咁所以有興趣，快啲打俾阿 Ken 嚟到現場感受下呢啲樓王單位，好唔好？等住你，拜拜。